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福起來嘅時間咯，我係高本。唔知大家有試過客家披薩冇呢？一般嘅披薩大家應該都有試過。唔過到底乜嘅係客家披薩，佢係乜嘅東西做嘅呢？今日都係同大家嚟好好紹介哦。馬上嚟分享我哋嚟自高雄在地好朋友志明。主持人好，各位電視頭前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志明。好，分享志明來到我哋節目，我麻煩志明同大家好好紹介一下頭到我講嘅客家披薩。唔過喺紹介一個料理之前，先請教一下志明。一個料理係我哋自家傳統吼，其中一道菜嘛。我哋嘅傳統係對乜嘅時節開始經營嘅啊？我哋傳統喺民國71年開始開嘅，開到今。將我哋目前嘅招牌客家披薩，係為我阿婆，頭擺都我咩，我媽媽韓式，買睇安尼田農天數嘛，佢喺我田農有種嗰道蘿蔔哩，佢係應該是我哋老一批行人對那種個傳統嘅客家菜，個個有變化，所以都慢慢我阿婆都研究伊個屬於我哋個數嘅蘿蔔辦出來啦。嗰個講糖烘類有個客家版，就係有個客家披薩，佢係算於咧菜地方上嘅料理咯。係每個家庭應該都會做。每一天。但係除了唔能錄卡，除唔能自家嘅傳統之外，還有其他誒傳統，也講其他錄卡也會做到嘅。我哋個數傳統基本還有另外一件也嘛有賣。唔過唔像米濃嘛有賣。唔過我哋然後如也每次拍嘅咧，古來就識我咧，每同人講講人嗰邊有啲嚟試過，然後蘿蔔飯，試試咧，我感覺同人咧口感冇相同。係啲嘅，安尼真係就像披薩咁樣，因為我哋第一講披薩有幾種嘅形式，有個皮個盤，有個皮個泡，有個料個鐵皮，有個料有個變黃嘅啦，變鹹嘅啦，好幾種冇相樣，就像安尼嘅意思。幾多種嚟講一個傳統，唔傳統頭都講，喺71年開始都見嘛。嗰種講韓式都係傳統天數嘅嘛。錯，我韓式他們國小都開始喺傳統安尼，都開始傳統安尼廚房做裝唔做下啦，都同媽媽安尼天數數旺開啊，蒙菜來調嘅安尼啊。如果講人家其他新年人都會搞嘅時間，唔搞嘅地方係睇傳統地度咯。安尼傳統吼，嗰時節，唔講阿婆嗰時節就會嚟做料理嘛。係唔係講自家ลูกค้า本身都喺開傳統嘅，也係講好似咪有乜嘅原因，爸爸媽媽才想嚟開一件安尼嘅傳統咧。其實頭擺我講，我講伊喺水門，伊喺水門嗰係是做嘅宴席嘅。所以都媽媽，伊嘛韓式都同阿公我講安尼，都對韓式看到睇，慢慢地都對料理有一個執念在嘛有啲興趣，裏面都想講媽媽都加來個數，都想講擔個數開一件傳統，所以我哋考慮廚房都為民國71年都進來。有睇講阿公嗰時節，佢係一個人講嘅老闆料理嘅師傅，到媽媽嘅時陣真是開傳統，傳統都好三對，可以講唔能都講係料理世家呢，料理世家。即係韓記得講韓式唔喺廚房喺天數嘅時節，有乜個印象個層嘅事情，像韓式可能你個模組嘛，有可能會有錄到個模，也講睇做乜嘅做唔做嘅本人咁嘛。其實嗰係我哋開傳統嘅時陣，所以等於講我樣講幾辛苦啦。因為嗰係我哋傳統我樣講冇乜嘅知名度，所以嗰係都媽媽伊咧人喺廚房炒菜。嗰係我其實我係有印象嘅時陣，都我爸爸會閉門我露台，都安尼閉門，用頭擺布安尼閉門嘅話，安尼蒙菜本一下。哇！嚟我有印象。嗰種韓式做到睇，自家有特別講，我愛接觸一個ลูกค้า嘅生意，我去特別去學料理，也係講自家本身有去做過其他嘅工作，在進工作人講，我喺度教一個事業。其實我嘅係各種經驗，
我都因为我有弱势，所以我无法度打靶，所以我都无做兵。所以计下我差不多19岁，我都在屏东，计下是开始做美发业。再因为计下也好高啦，就是爱玩的心态，也没有说很用心去学。都转来，还有无做的都转来做安尼拉马控，就是混凝土的品管。做的差不多3年人。都想讲无卡喺春堂今年人叫的，由于咧招牌客家披萨，睇诺贝尔食唔多，想讲无好啦，落去屏东开看下先。如果讲嗰時節做其他工作之後，發現到講這個路卡其實有一個招牌睇啊，我想講攏係嚟模擬去接觸，用將一個想法同路卡媽媽講嘅時節、爸爸講嘅時節，今年咧反應係用吧？人家係買個支持啦，買想講無嘛可以啊，反正都同人咧招牌客家披薩都拿去諾貝比看下先。比到都矮啊你。嗰時講體擺來到屏東市推廣一個客家披薩嘅時節，大家人客嘅反應係乜嘅？基本上一開始嘅時陣，人客會對客家披薩來名貴好奇。我講奇怪係乜嘅客家披薩？幾下人都一開始冇人買嘅時陣，人識到時陣，有人講這今次補啊貴。我幾下我都會技術，有時講唔係我來唔係鋪一半哦，來係羅皮板，差別同鋪一羅皮哩差別挺大安尼。都等於講7個人客大概有6-7個攏會認為係鋪板啊，其實係羅皮板啊，都等於講我攏去計一個技術安尼。嗰時節來到屏東市嘅時節啦，有固定的店嗎？還是講香港我想來做一個巡迴冇固定的店？嗰下我一開始是喺安尼馬祖廟頭前，永福路跟復興北路的交叉口嘅。以前咧，人家講學生街附近。對。都固定嚟嘅嘛？我之前頭擺應該擺差唔多2年，有一安補都跨年咧前一補多。本個戲就做後生呀，但係佢一中爛槍啊！嗰時講發生一個事情之後，都揾地方嘅。係咁啊，歸回去嘛。所以我都揾地方嘅。唔揾到哪裡去啊？我都揾去安尼屏東市嘅中央安尼航運市場，中山路嘅航運市場。都點下嚟嘅？然後我想講，用模特啊，我好奇講問講，唔係模做嘢，唔揾地方。其實我喺然後。人攏有留我電話啦，其實我嘅喺大尾邊仲有嘅一隻人嘢，我都喺120點，佢都情況上航運市場人來買菜人，唔會人歸多，人都嗰邊木水嗰個啦，住建嗰個啦，最好些年係乜嘅原因本身上，我屏東市做得好，但係我還喺香港貴到高速去聽數，係乜嘅原因啊？有一個原因嘛，都因為媽媽爸爸年紀有嘅啦，太啦，本身我是個睇攞杯流浪人叫嘅，是時候回鄉回高速啦。反正睇攞杯有變過嘅，有一個經驗嘅，唔敢講啊，算也準備好些，你反正貴到你講聽數也好，聽數照顧也給爸爸媽媽，有人客喺屏東市市咧，變咗人家這個老顧客會聽到嚟，我講我過去高速在上可能先唔能傳達其他嘅料理。有咩？有，還係有。安尼也培養嘅一批堅實嘅老粉絲呢。貴到一個。路卡喺傳統之後啊，這個同爸爸媽媽有在討論過，我哋喺傳統有作為哪度嘅改變，有安尼嘅想法嗎？嗰係我哋本來有想講愛曬出來態度做，因為一下我哋傳統嘅美油嘛，算是睇細路嘅地位，等於講甜茶嗰冇紅片，嗰下有想講愛曬出來，攞俾做呢個體檢咧，包含做演習用嘅，媽媽嘅係原有來想法啦，我是同媽媽講度我哋提來店已經安久嘅，40人嘅咧，是因為講唔好曬啦，
都我能维持我哋咧做法，本人客已經識得關係嘅，前體用嘛已經攏過好前嘅，都想下唔好被曬比啊，係啦。嗰就講係留喺係原本嘅地方。你這個很好奇呢，志明，你這個有去做過其他嘅工作對料理嚟講，你喺料理嘅技術喺這個去學呢，還有去請嘅先生去拜師啊？攏媽媽教喺嗰度。媽媽都係你嘅先生。媽媽用辦教你咯。都一開始都媽媽睇順後炒，我都買起啊睇順後看。媽媽都講好，今日來向係山豬皮，係手工用嘅。我一步一步來，我用嚟做，因為過好食，我嘅調味比例一定要標準，唔好本下師嚟講，用禮拜7可能講加個鹹，之類的，對。嗰就講媽媽一步一步安尼手把手的教人家嘅部分，人家傳承下來，真是係媽媽嘅味道呢。你這個會唔會感覺到比其他嘅師傅啦，講嘅廚師嚟講更幸運？因為有啲人，人哋講啊傳統嚟講，有啲拜師嘅師傅觀念嘅咧，就可能做唔做嘅，馬上罵下伊，我考下伊。你這個有安尼比較過冇？都感覺講這個係個幸運嘅，個幸福嘅。有啦。嘛有，因為嘛有朋友咧台北做日本料理啊，伊嘛講一開始我聽緊日本師傅做好，變安尼過年然後擘下尾時，我話有時常常好像古代不卡變嘅朋友好運過多。好嘅又唔會數年，但係人哋過上比人家過冇按辛苦啊。過冇按辛苦啊。最起碼嘅壓力冇按大，係媽媽會飲唔？買冇飲啊！做唔做還會飲啊？買冇飲啊！觀眾朋友，志明今日咧傳承真是係媽媽嘅味道呢。不過有個媽媽嘅味道，除了客家披薩之外，還有那條好食的呢。唔好走開喲，繼續嚟同大家分享。上一段談嘅志明，佢講今日咧傳承係樣板嘅辛苦嘅工作啦，也係講佢自家有樣板嘅興趣也嘅故事。但係我相信大家同我同樣最有興趣嘅係喺今日咧傳承地方，到底有哪條好食嘅料理吧？夾我哋馬上嚟上看下先咯，好冇？志明頭到金皮都唔能料理嘅樣面，做唔得是都幾嘅呢？首先嚟試哪一條嘅，可能紹介一下好冇？我是因為地方先新嘅招牌，客家披薩。客家披薩現在是好，馬上就來，因為製作單位也真貼心，同埋準備嘅，今日還準備嘅切好嘅伊咧有醬醬嘅，伊咧冇醬醬嘅，我哋先對一個冇醬醬嘅試看下先。好。嗰啲薯呢雖然講冰嘅一下嘅，我有個客家披薩，你能算咧泡嘅也係盤嘅啊？泡嘅。泡嘅，你泡嘅其實炸嘅時間會唔會過久嘅時間啊？我哋一般我哋用煎嘅啦，我哋都冇用炸嘅。我覺得係用炸嘅，你煎咧很煎咧按醬你攞杯熟，但係底杯啊很過嫩嘅，很適合到嘅落皮嚟嘅纖維同嘅甜嘅嗰種感覺。頭都是咧係冇醬醬，你能醬醬係醬乜嘅醬啊？我哋當行有太陽時，都蒜頭，就係，重點係伊個調油，伊個調油係我哋特別有得豬膏，調配要調配過啦，唔係一般嘅調油，因為一般嘅調油嘅話，伊會過稀鹹，醬香落嘛，過冇嗰個香味。真的呢，調到安尼有醬醬嘅好食，但係馬上試下嘅時候，第一咧係蒜頭嘅味絲，再嚟係講嘅香菜。我真好食香菜嘅人有種，但係唔好食香菜嘅人可能就會感覺怪恐怖。唔好食嘅人都有樣，我講嗰啲味絲啦。叔叔嘅口感唔使加上一個醬醬，真是怪好食。我第一講做乜嘅其實招牌嘅，但係除了一個之外，客家披薩真好食。還有哪條嘅招牌呢？第一個都食到啱好食咧，還有咧本來過期咧呢。係，還有咧天氣好，我哋都來請我哋手工嘅肉圓。肉圓嘛，我哋嘅。手工肉圓。
客家嘅肉圆吼，點肉圓，人真是用手一粒一粒疊出來啊！係啊，哇！人哋肉圓伊都用安尼嘅無豬肉，無豬肉人底部還有得加雞卵，還有得加其他一些安尼切嘅米飯，還一炒，再來都一粒一粒安尼用手打，打到伊個肉歸紮實嘅時陣，咁樣佢係做炸嘅動作。你炸伊係做炸嘅時陣，喺肉圓煮湯嘅時陣，伊個唔會散痕。真是試得出來，人雖然用炸嘅，但係唔會過油。但重樣嚟講，就像我講嘅，過橋。睇下人安尼夾風來啊，馬上都感受到種佢過紮實嘅嗰種感覺。因為吼。雖然講佢係用炸嘅，但係夾風落佢會散散，有冇？一咬下去，佢都全部散開啦。但唔係，你看按板正，但係人哋不加嘅披風，嗰啲片咧，真香哦。有嘅算係熱門嘅招牌之一。因為人咧豬肉係用無豬肉，都黑毛豬啦。對。你有嘅成本夠高呢？係啊。明年差唔多要準備1多斤啦。我哋一般都冇先碟式健康啦，因為我哋肉圓伊可以用炸嘅，嘛可以做豬頭，嘛可以做紅燒，都看今日來碟好熱頭，上一次用嘢口味嘅肉圓，我們再下去幫他做料理。就今年點按人來做，可能先會用灶嘅，也係用石唄。對。沙來吼，條都有石嚟量嘅，都好嘅，嘅碗底杯吼，還有一啲嗰啲杯咧，幫我團一下。有嘅學看清楚看好嚟，嘅重點嘅嘛，係唔係人家講嘅海蜇皮啊？唔係，安坡，有嘅係乜嘅喏？試看下先都睇。試看下先，學人哋攞嚟嘗看下先，明明都搶啊！應該睇唔出來啦。應該是T110啊。唔係啊，有嘅清楚人係海蜇皮嘅，佢要幹嘛？我啦多大係乜嘅？你同我講吼。伊來是涼拌山豬皮。豬皮？豬皮。涼係吧？豬皮安坡。有樣啊，係啊。哇！觀眾朋友來看一下，有試過安坡嘅豬皮冇？那T110真是T110個冇人講啊，真是感覺係有個係海蜇皮呢。人家個用手工切出來哦。冇啦，佢機器切的啦。我都想講，人家個刀法安厲害，切得安坡。就豬皮人做乜佢要想做講做也項料理啊？因為我哋高雄鄉伊是算個靠山、個瓦山，所以基本我哋傳統不僅有客家菜，我哋嘛有一些我買過試唔到嘅山產，像而家食嘅山豬皮，我哋還有老豬肉、姜嘅肉、鹿肉、蟋蟀、鳳蓉，來條攏有。就有個糖烘嚟，就係人家以前講嘅山產嗰種嘅嘛，對。尤其係個老豬肉，以前人家講嘅唔係老豬肉，嘅叫做山河肉，有個特別嘅名嘅。做乜嘅唔會有一個名嘅？我嘛唔知呢。不過來條攞出去原來是睇甘蔗鹽，睇甘蔗鹽嚟嘅啦。所以唔係像人講嘅一般嘅嗰種直接煮啊嘛嘅。人家有講啊，以前有個好老豬肉，人講嘅山河肉啊，特別喺一個甘蔗鹽嘅地方料啊，佢講佢係食甘蔗太，嗰時候佢個肉清 Q 清有彈性之外，還有個甘蔗嘅香味，係安尼嘛。其實有個肉啊，係用辦去料理嘅啊。嗱講老豬肉嘅話，像一般唔可以用薑片，係炒糟嘅、白糟嘅啦，嘛可以做三杯。嗱講。平常是有咧烤啉酒嘅人，係要推薦開把兩個傳統，我吃三杯老鼠。下面咧都個皮咧涼嘅，真是糖到安尼都清爽來吃看下先，農根本你冇帶過來喏，安啲咩咧？我留機方嘅上年食啦。係安尼哦。留機方上年食。幾頓？等下到時就請一個朋友嚟做，叫我來去先更加清楚識到安尼嘅料理呢。係啊，嗰時。除了唔條到手嘅有個客家嘅肉圓啊、和披薩啦，同有個好山豬皮嘅部分還有那條個特別嘅，像條到手嘅山上人哋介紹識到，人家佢好日個特別嘅料理還有冇？唔像我哋木卡，我哋自家做小紅肉、小紅肉，
小风肉，其迄国细开也係用唔用嘅講？國細開小紅肉，因為一般pan做攏太開嘛，切開太排啊，我哋無開始做細開，來烘，包括我哋滷豬腳，嘛過多年後真好食，因為個配方改好磅啦，尤其係我哋滷豬肉嘅嗰個糖汁，我嘅糖汁配方都好。哇！哎呀，糖烘嚟都貴咧，唔過。細鳳肉就鳳肉嚟講，人哋一般攏改太開嘛，人這當時做嘛嘅會想到講用按細開，應該國細一些都好，人有行到用到按細開。冇啦，因為人做按細開，尾本意係講係食飯係夾可能一開，都過一開肉做兩後個都好，係啊。都奉獻人家來食，也唔會講一下本人家講食到剔到肉啦，佢就會個黏口嘅安尼感覺。哎呦，人哋有用心咧，人這個。對於一個料理來講啊，我看到人料理有時候呢改好食之外，人談講對食材要自己要堅持，係咪？錯，唔像一般嚟講太重都好。我哋炒太重有冇同一般人食咧？一般我擺炒太重，也唔會感覺講系統嚟講炒酥能用嘅，用炒攏炒唔會爛。唔過有機會來我哋屋企，除咗一點三杯老鼠，還有一點我哋薑絲炒大腸。因為我哋太重，伊系統來係脆的，唔會像人家炒可能用炒酥能用嘅，像來嘅外國堅持都講，我哋太重做乜嘅唔同別人都冇相同，所以我哋太重已經關係同老的廠商一起拿了，因為你拿一段時間了，就是說，不管你旁邊可能有其他人賣的比較便宜還是怎麼樣，我們都不要。我就是要固定跟你拿，因為這個就是我堅持要拿新鮮的大腸，就是才能顯現出我們跟人家不一樣。對，比如品質個問題呢，也穩得定人的信任啊，是吼。倘講唔能連個客家比賽落配的，應該要堅持佢個尺寸度，佢個身體係咪？我哋身體當然攏用台灣的啦，南投埔里的。差別喺哪呀？因為纖維，差啲纖維，伊落皮哩，伊平常唔像嗱用進口有嘛，進口伊嘅落皮哩纖維都個粗，系統咧唔可以咁講，甜一點冇甜味，甜一點唔會食到咧，我冇有鮮喺地步嘅感覺。嗱用台灣進口都唔會，嗱像按照伊嘅農曆10月份，米農結片，伊會轉出那個白玉蘿蔔。白玉蘿蔔也是我們的參考之一，因為白玉蘿蔔的話，它也是品質很好，它也是很甜，所以我哋固定嘛都用台灣都南投埔里嘅，嘛都用米農嘅白玉蘿蔔安尼。我固定用一個我哋這個台灣產嘅品質夠好，假使講台灣嘅蘿蔔咧，因為受到環境也係講天時嘅影響吼，冇按多嘅時間，係唔係一個客家披薩都會暫時停止供應。哎呦，還唔會變成限定版咧？安尼大家意思咧是先注意下，今年那個蘿蔔咧有出三個豆嘛，嗰時候都要注意，有可能壓風車都是唔到嘅。人咧料理啊，既然做按好食，係唔係都幾多嘅媒體啦，又係講廠商去請人去採訪啦，又係講同人合作。有之前像嘛有電視節目去木卡做採訪啦，都嘛喺度介紹到我哋果樹樣個特別有那好料，走嚟都果樹嘅順堂有那健康食咧。有第一擺嘅訪問，本人家訪問嘅感想係點樣吧？我緊張冇。第一擺訪問係有樣，我唔知講乜嘅，都一片空白，然後第四個伊下。然後冇人講乜嘅到底我講下講關於講可樂，唔變而係嗰件種唔講唔出來。唔過有嘅雖然咧個特別嘅體驗嘛，本唔知假如咧冇想到人哋抽水都抽水，還有一半係種嘅名人咁樣，還可以上電視節目，所以咧個奇妙嘅經驗。個奇妙。觀眾朋友，知名嘅人都開料理真是咁好食呢！唔單止用我哋客家傳統嘅味道，還有佢哋自家用心嘅美食哦。唔過佢哋嘅傳統地方還有幾多神奇嘅故事，到底係乜嘅故事呢？休息一下，試比賽，繼續嚟同大家講哦。
虽然知名今年係做傳統嘅，不過今年還有參加幾多嘅活動，甚至講作為幾多嘅實習喎。啊，其他嘅經驗係用辦來嘅呢，繼續嚟請教一下知名咯。知名，將人更加都漸漸嘅有名之後，有嘅媒體去採訪問的。啊，用辦會想到講，還可以去參加幾多諾貝嘅活動啦，係做一個實習。你自家用辦嘅想法呢？其實一開始大約係7年前吧，去屏東眼鏡湖的客家事務處，一路透過網絡，一路簽到我，一路想講，客家披薩對人來講嘛，可以貼片，人都哦，佢係有愛辦嘅活動，按到板條三兄弟，佢都冇嚟講，我嚟參加嘛，佢係喺度講，可以同我哋客家披薩知名度安尼打出嚟，嚟講參加了可能性蠻唔會大。你想講有個想法，你係去參加啊？有個我哋講有個活動，除了佢係一個大型嘅小嘅美食嘅活動之外，佢還有比賽，係咪？有。啊，能有也有去參加。我哋客家披薩喺2023年是有拿到冠軍嘅。哇，咁厲害哦！哇塞，啊，你能參加一個比賽是當場睇佢做一個料理嗎？係啊，當場啊。你第一擺喺按到你面前做一個料理，人家嘅感受係點樣？同佢第一擺上天師咁樣，佢緊張咩？上天師個緊張。上天師個緊張。等到參加比賽那種活動，係咁啊，我唔會有安太壓力的。有可能係之前有經驗嘅，係講其實都同係做下做事情咁樣，只是講人客角度安尼。係啊。你貼喺邊度有個比賽啊？去貼喺實際講，有個客家披薩去調整個應用版去做，係講其他嘅配方有冇？若講調整的話是羅佩利，羅佩利的斤量還有稍微調整。對，就是把蘿蔔的量有再增加。我說雙方來其他嘅羅佩米是要更加嘅重嘅。哇！安尼也強樣幾好真啊！能參加一個比賽之後啊，也係講做嘅實習，這個感覺對你嘅傳統有乜嘅影響冇？影響嘛係有啦，像嗰度機關咧，像學校啦、像公所啦、台北會啦，因啊有時睇攞杯攝片動攝啦要難嘅，因都要特別來當安尼客家披薩，都有時可能因為都當20分、30分、40分安尼，每一天。你有接觸講嗰種最多分嘅天單，差唔多幾多分啊？我500分。500分一日咧？一日。人今年嚟是唔係咪都唔是做生意嘅，都像咩嘢嘅都好嘅。都當做都冇做嘅，都我同媽媽都廚房6個爐，全部攏喺剪落去辦。而喺某個活動一擺可以聽到500分。嗰係是因為個6對300。客家人咧6對。那個有一個節目都拍啦，來活動拍啦，聽人講書，佢係都公所嗰邊都講我活動已經拍落人哋菜地講書嘅，我都人哋來推廣人哋客家披薩，所以佢係嘛唔掂講一當500分，哇，真係是對你心態挑戰咧。係啊。你嚟好似沒有想到人家咧聽安多分嘅時候，你會講考慮下，然後去接安多冇？會安尼考慮冇？要。係咁啊，好似會考慮冇接安多嘅，可以甜。人家睇發動學一擺都好嘅，唔是哦，第2擺、第3擺冇都面到這個，全部做起來就全部面那啲嘅冇聽到。除了有個發動之外啊，香港還有做嘅實習嘛？而家實習喺像南部嗰邊地區呢，還有去做到外縣市去啊？我有一個朋友，原體嗰種係專門辦市集活動嘅，有一擺算2擺，有一擺我有同佢落去辦來高書咩？來高雄嘅乜嘢啊？愛河嘅朋要去啲去擺嗰啖味佢係第1擺來高雄擺，佢係買到啱唔會啦。佢係我差唔多準備100分嘅量，差唔多3點鐘買上場。3點鐘啱好市面哦，都冇買，都貴起啊，也去看人家嘅啖咩？我都看人家嘅啖呀。所以講到看人家嘅啖咩，你自家做料理啊，像你去做實習也係參加活動嘅時間，你會去研究其他人喺用辦做，自家來學習交流安尼冇？一般是較少啦，因為都我其實我算
改古模的客家人，我都改坚持传统的东西。哎呀，我讲唔好求新变化啦，因为我感觉，因为我本身对新的东西嘛个要求，所以我感觉传统的东西都会被延续下去。系啊。喺坚持这个传统的味道，但系讲有一个机会，假使讲有本去进化，也讲创新的过程，也唔会变喺度做嘅。但系讲更加看到行喺这个传统先坚持下来度做嘅。系啦，因为毕竟都传统的东西也因来因少出得多呀。啊，当然都同自家个精进啊，同那传统的喺度吹色，做比则个好来失败。啊，其他时候爱变咱再来变咧，爱来变化新的吹，咱再来变化的。系啊，不过讲到鸦片，我都想到一个问题，讲几多年啊，其实都讲见到我坚持，但系有一餐咩读到一个太事情的时间，大家都有想讲要来转变，要来偏化，就喺前面疫情的时间，唔能读到疫情的时间，像唔能去做内容嗰度嘅传承嘛，唔能又做为那度嘅偏化，又係講喺順勢，都真係有個機會，唔能又去做為料理其中嘅變處理呢？佢喺疫情來嘅時陣，我哋傳統都等於講接外帶嗰度，冇都我哋嘛會同人客設計啦，設計所謂都將麥當勞啊，有 A 餐啊、B 餐、C 餐，就是一樣給這些天王機關的啦，像公所啊、代表會啊、學校的來對嘛，都變咗唔能出現那種套餐，以前冇人嚟從事過嘅，唔能嗰邊告訴我哋而家講有幾多觀光嘅旅客啦，迄個交流嘅，有可能係唔能傳統嘅事，唔能有想象講。假使講可以推出嗰種偏動，人家來啊交流，唔單止可以睇唔能傳統嘅地方事，甚至於佢能去告訴其他景點去聊聊嘅時節，都可以帶上唔能嘅偏動，唔能有按呢個相關冇。基本上來告訴聊聊嘅人客，譬如講來北山咧也好，喺來鹿陽嘅人客啦吼，來到我哋傳統，人攏要同菜市場聽啦，所以帶走嘅機會是個少啦。今日我貼喺嗰啲唔能嘅事，其實唔係講順勢來聊聊嘅時節，想講我來帶一啲新嘅東西，個少按呢。人若要帶話都，因為我哋傳統有提供客家披薩原料，也冇試下同人哋買原料，貴去剪。你還有貼喺做一個原料本嘅人自家可以做，我哋冇開放加盟啊。係哦，嗰種氣氛是咧，人家嘅是唔拉白，個自家聽有栽培冇？有栽培。如原料唔可以聽過去，然後自家做，唔能地步有教人家用慢去處理一個，去剪啊，剪一個時間。有，我哋要睇我家講，基本上冇幾困難啊，唔係講唔係曉剪亂，都當作在剪亂嘅觀念嘛，你如何？做下而家有個對人嚟講，又係一個新嘅方式啦。唔單止講可以即個睇下片式，人可以帶過去試。唔過因為人客家披薩特別料頭又講到鹹味嗰度，有香味嘛吼。食材你會有同人建議講，唔可以做食材冇？食材可以啊，全素啊，冇問題啊。人也有做一個食材。有啊，冇做食材。客製化也有做到安尼呢。按你之面，只要個料理來講，對你自家來講啦吼，係乜嘅意義？對你嚟講有乜嘅特別意義冇？其實都可以傳統有樣過無限，伊嘅事情做嘢幾多。不過當你在做每一道料理的時候，只要客人然後同講，師傅唔見你煮嘅菜唔會難好食，我下次我再帶朋友來，有時。談到來嘅話，要幾歡喜。我嘛有個習慣，突然講，今日我喺廚房冇人喺咧，然後睇地位吃飯，我要調咁留去地位看，看下先，今日炒嘅菜，有春冇？有春冇，然後有隔意冇？有乜嘅反應？然後會讓我感覺很有一個成就感。嗰時候講其實。做料理可以傳統，按辛苦嘅事情，但係唔用辦可以堅持下來，如果有個人客嘅反應。按你我想好奇呢個，有個貼喺外縣市嘅人客吼，貼喺人傳統食飯咧，唔有拄到講，唔有地講冇？是啦。是啦。其實喺那睇是啦，避過來。伊都我能告訴人，不過伊加去是啦。不過伊都叫差唔多2年
基本上那么2年啦，过年的时阵，伊都一天要回来。然后回来拄要带伊的朋友来同来吃，我讲哦，叫哦，坐我安宴，坐到死啦，为死啦坐来哦，系啊。不过安宴的地方贵到一片，最重要还是一个唔能的料理，哦，这个真是帮伊念到的呢，故乡的味道。安尼子明啊，既然你家的传统吼，更加做到安好的，唔有想过讲可以将一个料理啦，吼，一个精神传下去嘛？唔会想讲去做欣赏啦，也个开某个课程去教人，有一个规范吗？目前的话都爱都同妈妈因做嘛，未来妈妈接本来，吼，都同样爱都要维持妈妈的手艺，吼，保留我哋行业的传统，吼，像萝卜饭啊，炸酱面啊，那就做法，还做可以做比好来。未来的话可能都可能新人会接无啦，系啦，若唔会接的话都看缘分啦。唔会貼喺種韓式嘅嘛，韓式都講起來傳統天數，也係講真，按你引導佢，我按你用嘛。係冇呀，爸爸有心機，貼喺引導一下。嗰時講，假使講有人愛同加盟啦，或做有啲事情，我有冇個條件冇？條件基本上是冇啦，都條件都講，對事業一定要有興趣，唔好講哦，做一下嘢要。唔會做嘅，係講你觀眾係。假使講有人愛同學習，也唔會反對啦，吼。唔會反對。從條路一個點，一定要堅持下去，懂冇？哦，一定要有，因為一個好味道，真是一定要有人好好同佢傳下去啊！唉，觀眾朋友，哇，今日子明啊，帶來真精彩的故事同幾好食的料理，也本來體會講吼，原來啊一間傳統，做乜嘅？除了料理好吃，還有一個最大的重點哦，就係一定要有個熱情同堅持下嘅心。從毛子明，今日再一次感謝，帶來咁多好吃的料理同精彩故事呢，多謝哦。歡迎天時條件的朋友，有閒來機會來到高雄可以來我哋傳統顆粒食堂去關心我哋客家披薩、手工炸醬麵，還有山豬皮其他料理，歡迎大家哦。我要坐到更加，大家有個一天上癮嘅吧，今日來談談先生來運動一下咯。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，記得點讚、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，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。